今年伫台南举办全中运，地主队总共拿下48面金牌，加起来总共153面的奖牌，是有史以来上界好的成绩。26号市政总集巡，议员蔡宗和除了肯定选手替台南拼出成绩，同时摕出一张市长穿全中运制服的相片。城市之仪体育局连续将何总采工案发包给同一个厂商，而且采工重组品牌。清廉嘛，勤政嘛，还有什么？爱乡土啊。对嘛？那我们身为一个台南市办的一个比赛，全中运也好，全运会也好，为什么我们这个近千万的标案，为什么不留给台湾的成衣厂商来做？议员质疑，伫行政院公开招标的网站顶面写的是台湾制，实际上却是用中国厂牌。考试全中运是不是全中国制运？标规是写说产地要中华民国，它只有是用了别的地方的产品，那当然是要依法来追溯啊，甚至要追回价款啊。他厂商来投标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厂牌也不是只有在我们台湾，其实在欧美的一些职业的球队也有这样的这个穿这样的厂牌。市长回应，市府会检查当时签约的标案，若是厂商有违反标规，将会全力追回价款。体育局也强调，全中运2400外套的服装，全部拢是台湾制作，并无中国制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